第5章，天堂與地獄之旅。天堂到底是個怎樣的世界？那是我們能透過知識來體認的世界，還是只能透過思考想象描繪的世界呢？史威登堡數量龐大的靈界著作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他訪問了天堂的某處。他去過凍土般冰冷之地，也去過熱帶國度，還訪問過居住了許多古人的地方。重要的是，他筆下的天堂並不是千篇一律的，還會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變化。在耶穌基督降生之前的遠古，並不存在最高階的天堂。那些能進入天堂的古人，都按照他們在人世時的文化，搭起潔白美麗的帳幕住在裡面。隨着人世的文明發展與變遷，天堂社會的環境也會隨之變化。書中所說的天堂，明顯是耶穌降生以後的天堂。史威登堡曾經在那裡看過耶穌顯現，那就是過去2000年中建立起來的新約時代的天堂。耶穌在十字架上承諾釘在右邊的強盜可以進入的天堂稱作樂園。耶穌對那位和他一起被處死、釘在耶穌右邊十字架上的強盜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去樂園裡了。可知耶穌進入的也是稱為樂園的天堂。聖經的4福音中，耶穌提到過無數次的天堂，也就是這個樂園天堂。因而史威登堡口中的天堂之旅，也就是前往這樂園天堂的旅行。天使對史威登堡提到，當時最高層的天堂仍然是空的，要等到人世間的天堂完成之後，人類才能進入那個最高層的天堂。耶穌按照約定在臨到地上之後，最高層的天堂才能建設起來。某次雞鳴前的清晨，史威登堡還在呼呼沉睡着，迷迷糊糊聽到有一個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呼喚着他的名字。一瞬間之後，那個聲音就到了他的耳邊，聲音大到簡直要喊破他的耳膜。史威登堡被嚇得坐了起來，環顧一下四周，有個天使正站在他的床邊，問：你真讓我嚇了一大跳，我還以為你在很遠的地方，怎麼這麼快就來到我的身邊了？答：剛才我的確在你想象不到的遠方幾千萬里之外。我之所以會這麼快到達這裏的原因，你好像還不太清楚。不過如果你對靈界有些了解，就不會像現在驚訝成這樣了。問：是呀，我真是非常驚訝。可是你為什麼這麼早跑來找我？答：史威登堡，今天神下了一個指示，要我帶你到天堂去看看。我接受了這個任務，所以來到這裏。史威登堡已經去到靈界參訪過很多次，這時聽到可以去天堂，他還是精神為之一振。史威登堡很快就做好了出發的準備，就是利用模擬死亡技術，讓自己脫離肉身。之後史威登堡就進入了靈界，成了與天使沒什麼差別的靈體了。史威登堡得到引導天使的協助，朝上一路飛升。半途時，引導天使讓他停下來，並且說：史威登堡，看一下那邊吧，遠處有一條猶如水平線的東西，還有白雲浮在那裡。看到了嗎？
史威登堡注視了一下天使所指的地方，果然看到空中有一條猶如水平線般的線，上面有些雲飄着。雲與線之間可以看到長滿美麗花朵的花園，還有許多的建築物，以及為數眾多穿着潔白衣裳的天使。問：看到了，那裡是什麼地方？答：請先別動，然後望向更高的地方，那邊有另一條水平線，看到了嗎？史威登堡再次專注朝更高的地方望去，果然在那個美麗的世界之上看到了另一條線，上面也有美麗的都市與田園風景。問：是的，看到了。那裡又是什麼地方？答：史威登堡，你要不要再看看更高的地方？你將頭抬起到不能再高看看，是不是又看到了什麼？史威登堡按照指示將頭抬起到不能再高，又看到了另一條水平線，上面有美麗的宮殿發出無法直視的光芒。答：啊，看到了，那真是美麗到讓人迷醉的情景啊！史威登堡興奮不已，引導天使立刻對他說：史威登堡，那就是天堂，也是你現在要去的地方。我之所以在這裏要你看天堂的全貌，是要讓你清楚天堂是立體的，分成3個層次，最上面的就是層次最高的天堂，我們叫它第3天堂，在中間的是第2天堂，而你最早看到的是第1天堂。這3重天都是天堂，都發出了強烈燦爛的光來引導天使。繼續說，第3天堂就是神所住的地方，那是離神的愛和真理最近的地方。愛就是熱，而真理就是光，所以第3天堂也是神的光與熱最強烈的地方。第2天堂也在神的真理與愛之下，但程度不像第3天堂那麼強，而第1天堂又比第2天堂層次再低一點。我們把各個天堂中生活的靈人都稱為天使，不管他們身處哪個天堂，都會享受到永恆的喜悅與幸福。這是充滿幸福喜悅的地方。天堂是這樣立體的存在，而上下天堂之間基本上不存在交流。接着史威登堡就與引導天使站上了第3天堂的一隅，展開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片超越世人想象的美麗光景。史威登堡望着那景象，讚嘆到忘了自己的存在，看得發呆時，引導天使只是含着微笑在一旁靜靜等待着。啊，果然是天堂，誰住在這裏呢？最先映入史威登堡眼簾的是以莊嚴華麗無比的宮殿為中心的都市街景。宮殿屋頂上有金色屋瓦閃耀，牆身與地面上則裝飾着各式各樣的寶石。進入宮殿內部之後，豪華燦爛到極致，殿內的房間、大廳、接待室、寬敞又不直的走道、各種裝飾等。史威登堡根本不知該如何形容其華美壯麗的景象。宮殿的南方是一個被稱為樂園的庭院，無盡的向外延伸，裡面長滿了綻開的白花與果樹，好像有感情一樣，互相和諧的生長着。第3天堂最為驚人的特徵，就是眼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整體美麗莊嚴到無與倫比，每一樣東西也都發出各自不同的光彩來。
宮殿周圍是天使居住的市區，其美麗精巧與宮殿相比毫不遜色。進入天使們生活的住宅一看，每棟都有多個房間，包括起居室與寢室。餐廳中放了金銀裝飾的桌子，上面放着各種珍稀水果，散發出成熟的芳香。住宅的結構跟人世間的高級住宅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它們明亮好看的程度是世上建築物所不能相比的。天堂的住宅周圍一定有庭院，庭院裏一定有花草樹木及葡萄園等，生機勃勃。天堂的居民，也就是那些靈人天使居住的區域，是很有規劃秩序的，其間相互連接的道路不像世上的柏油路，而像是鋪了絨氈一樣。遠處有青山綠水，也可以看到農田與牧場，家家戶戶都住着幸福的天使，他們都高興地迎接史威登堡的到來。看到這些對自己問好的天使親切的微笑，史威登堡實際感覺到這裡果然是天堂，他覺得就如同回到自己的家一樣平安舒適，而且好像遇見了自己的親人一樣高興。這些靈人天使穿的正式服裝與人世間不同，是種像長袍一般的衣服，上面有着精細的刺繡，而且到處都有光芒耀眼的寶石。靈人衣服的底色通常都是雪白，映照出絢麗的光彩，每條街道上都充滿了光，而靈人的臉上都充滿了幸福。最令史威登堡驚訝的是，天堂裡竟然沒有看到像老人或小孩一般的靈人。天堂的靈，每個看起來都像是20歲左右，家家戶戶都是以夫妻為單位，生活在愛的甜蜜與喜悅當中。那裡的女性天使美到超塵脫俗的地步，史威登堡認為世上的任何畫家都畫不出那樣的美。天堂的美不是源自於化妝或整形那種外在的美，而是從內在散發出來的本然之美。路上行經的靈人天使行動溫柔有禮，個個洋溢着活潑生氣。史威登堡遇見到的所有天使，雖然都是剛剛見面，但就好像認識了10年以上的老友一樣，彼此感覺極為親切。引導天使終於開口：史威登堡看到了嗎？第三天堂是充滿了崇高的愛與人格的地方，天使就是真理與愛的化身。在這充滿幸福的世界，所有人都時時沉醉在天堂的喜悅裏。引導天使想了想，又說：你要知道，在天堂裏的人心目中最好的生活與世人所想的大為不同。世人的快樂感受主要是來自感官，也就是眼睛、耳朵、鼻、口、觸感帶來的感受，但天堂的喜悅完全是從內在發出來的，它不是物質的享樂，而是靈性上的歡喜與幸福。天堂之所以這麼美好迷人，就是因為天堂裡的人心中充滿了美好的愛，他們的外在與內在是完全一致的。其實天堂裡所有的外在環境，也只是他們內心投射出來的表現而已。外面的一切美好都只不過是像鏡子一般映照出他們內心的狀態。引導天使解釋：你看到的這個第三天堂也可以稱作神聖王國，下方的第二天堂可以稱為精神王國，更底的第一天堂則可以稱為自然王國。神聖王國
精神王國、自然王國合稱為天界。統治靈界的制度永遠都是君王制，天界是人類永恆的母國。這裏的君王就是造物主，用統治這個詞來形容。也許有人會覺得很奇怪，但只要是人構成的組織，不管形態為何，都必須有相應的管理制度，就像人世間有很多進行治理的機關一樣。只不過天堂的治理方式與人世是完全不同的。神與天堂子民間的關係，既是君王與臣民的關係，又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而用來統治的根本法則就是愛與真理。天使又說，如果要說明剛才提到的3個王國有何不同，我會說神聖王國的靈全部都是愛的化身，而精神王國的靈則將重點更放在真理上。自然王國的靈則是不牽涉到宗教，讓人依良心與道德過活。神聖王國中的靈能直接感受到神的愛，並加以實踐，所以也可以說是愛的王國。精神王國則是先用理性去接受神的道，理解後再去實踐，因此他們居住的地方是以理智去理解神的真理者，所以也被稱為真理王國。換個方式說，在神聖王國裡面的靈可以直覺地接收到神的意思，所行的一切都基於愛，等於是愛的化身。而精神王國裡面的靈則是透過理解神之道來規範一切的行為，等於是真理的化身。第一天堂之所以被稱為自然王國，是因為那裡是與人間最相似的地方，然而它依然不是物質世界，而完全是靈界。在人世間時沒有信仰，不認識神的善良者，若能持守良心與道德來生活，就會來到這裡。不認識神並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在進入靈界的同時，會受到關於造物主的天堂教育，而體會天堂之道。第一天堂會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如果認為只有信奉宗教的人士才能進入天堂，其實這種想法並不正確。自然王國也可以被稱為道德王國，令人在天界會接受大量的教育與訓練，這一切會由在智性與理論方面特別強的精神王國天使負責。他們從神那裡得到了自由往來第一天堂及第三天堂的特權，但天堂最高的榮耀與喜悅還是在神聖王國之中。說完後，引導天使就在前面帶路下到精神王國去。光從外觀上來看，精神王國與神聖王國有很大的差異，但精神王國裡面的那些天使也都個個面帶幸福的表情，享受着喜悅。之後引導天使又將史威登堡帶到第一天堂，也就是自然王國。這裡與精神王國比起來也有很多差異，但無疑也是世上萬民憧憬的天堂。如果用光明程度去說明這3個階段的差異，那麼第三天堂應該是完全充滿了光，第二天堂就沒那麼亮了。但即使到了更加不亮的第一天堂，其亮度也遠超過人世間太陽的數十倍。就算是從第一天堂下到人世間裡來，也會感覺四周十分陰暗模糊，猶如一切都是用陰影構成的一樣。引導天使說明道：如果再往下走，
就會到達中間靈界。人類剛脫去肉身時，靈體最先到達的地方就是中間靈界。中間靈界介乎於天堂與地獄之間。所有新到的靈都會先在中間靈界適應靈界的生活，當他顯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本性後，然後才會知道真正適合自己的最終永久定居地，也就是天堂或地獄去。過了一會，引導天使又說：我也接到要帶你前往地獄的指令。如果要去地獄需要一些特別的準備，等你明天都準備好了之後，我再來帶你過去。史威登堡對引導天使表達了感謝。當天史威登堡回到自己的肉身後，連忙翻開自己的日記本，將先前的驚人經歷通通寫了下來，巨細無遺的記下這趟天堂之旅的體驗。接下來，在描述史威登堡的地獄體驗之前，我們先引用一下他遺言中的幾句話：世人必須知道，他們看不到地獄是件多麼幸運的事，因為看到的人幾乎沒有不發狂的。我因為受到了天使的特別保護與照顧，好不容易才能撐過來。天堂與地獄都為史威登堡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對天堂的震驚內容都是美好的、迷人的、充滿喜悅與愛的，而地獄卻是讓他渾身顫抖、恐懼到動彈不得。所以神才會在人間與靈界之間立下了無法逾越的嚴格界限，將這兩個世界明確的分開，讓一般人看不到地獄。史威登堡斷言，世人如果體驗過天堂與地獄之後回來，就不可能再過正常的人間生活了。我們一般人透過他所留下的靈界作品來間接的了解那些地方，恐怕這就是最好的辦法了。隔日，引導天使與另外兩位天使一起到了史威登堡的身邊。史威登堡驚訝的問道：今天來的天使不止一位呀？引導天使回答：這是因為進地獄必須要有特別的準備，今天就由這兩位守護天使來保護你。問：地獄真的這麼危險嗎？答：去了就知道。史威登堡記錄了飛入地獄的過程，與飛上天堂的過程完全無法比較。一路上是廣大無邊的沙漠，看不到盡頭的冰山，還有找不到一點生命痕跡，光禿禿的裸露岩石山。從接觸到那蕭條又充滿殺氣的氣氛開始，就已經讓人有了地獄的感覺。終於來到了一塊岩石壁前，四方能看到的就只有沙漠與高聳的冰山，卻感覺不到任何靈人的聲息。引導天使說：史威登堡，請跟我來，我們接下來要走一段非常難走的路。史威登堡跟着天使們走向岩石壁，發現了剛才沒看到的一個洞穴，洞口的門是開着的，裏面十分黑暗。他們站在那裏等了好一陣子，漸漸習慣了四周的黑暗，開始看到有往下的階梯。史威登堡小心翼翼地走下去，發現眼前出現了一個廣場。剛開始他還以為那廣場並不大，但仔細一看，其實廣場往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盡頭在遠處看不見的黑暗中。他們走了好長一段路，才開始聽到人聲。穿越黑暗到聲音的近處一看，
有些穿着破爛衣衫並且面貌兇惡的靈人，在那裏圍成一圈坐着，正在聽一個巨人滔滔不絕，說着激烈的言論。當眼睛完全熟悉黑暗後，仔細一看，圍成圈坐着的那些靈背後，還有一群殺氣騰騰的地獄居民在聽着巨人說話。史威登堡為了看清楚些，將頸子伸長，卻突然呀的一聲慘叫，緊閉雙眼，身體晃動到差點暈倒了下去。還好身邊的守護天使扶住了他的雙臂。之後，史威登堡睜大眼睛，整個人呆住了，因為他完全分不出這些到底是人還是野獸。圍繞在四周的地獄靈，眼睛通紅，仿佛隨時會噴出火來一樣。史威登堡聽過和惡魔相關的事情，也看過地獄相關的著作，但直接看到還是遠遠超乎凡人所能想象。這些靈體的樣子看起來已經不像是靈，個個奇形怪狀，有的靈眼睛的地方只剩兩個深深的洞，眼眶看起來像個骨頭，有的一邊臉頰已經完全脫落，只剩下了半邊臉，有的青面獠牙，面目猙獰，發出動物般的叫聲，拼命狂笑。有些頭髮全都不見了，但全身卻長滿了長毛。最嚇人的就是站在黑暗被其他地獄靈包圍，不斷說話的巨人。他的身高是其他地獄靈的2倍左右，雙眼就佔了整張臉的一半大，眼裏充滿了憎恨與敵意，嘴巴像是條裂縫延伸到兩邊耳朵底下，像蛇般的紅色長舌頭一伸一縮，口中也發出瘋狂的怪聲，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目睹這一幕，史威登堡心中的恐懼與驚嚇已非語言所能形容。當下他才了解這趟地獄體驗為什麼需要有守護天使在身邊保護。史威登堡緊咬牙關，下腹用力吸氣，好不容易睜開雙眼。他有了心理準備，知道為了使命，自己絕對不能再次昏過去。引導天使看到史威登堡的反應時說，現在他們在調教這些新加入的地獄靈，那裏圍成圈坐着的就是剛加入地獄的新人，後面則是地獄原本的居民。史威登堡在恐懼中還是鼓起勇氣，努力傾聽巨人說話的內容。巨人用刮鉗般那種令人難受的聲音，響徹洞穴的說，你們這些家伙和這群幸運兒，今天起加入了地獄，你們清不清楚自己獲得了永遠留在地獄生活的殊榮？你們的使命就是以我們為榜樣，去引誘世人，將他們引導到這個黑暗世界裏來。如果做得好，你們就會受到永生的祝福，也會得到快感與趣味。嘗過這種滋味後，你們就會知道地獄是個多麼美好的地方。歡迎並祝賀你們來到這裏。圍着坐聆聽了巨人說話的人都高聲歡呼起來。突然，巨人望向史威登堡的方向，用手一指大喊，你們看看站在那邊的幾個家伙，他們也是靈體，就算看起來再兇惡，也用不着害怕，把他們找來當做你們的奴隸，隨意使喚他們吧。從現在起，他們就是你們的奴隸了。地獄靈彼此間再次響起歡呼聲，全都瞪着史威登堡與幫他領路的天使，
惡魔般的巨人，還指着史威登堡大叫：你這家伙過來，站到這個園中間，我來檢驗你一下。史威登堡聽到巨人的話，恐懼萬分，同時也覺得異常屈辱。惡魔化身的巨人又再次朝着史威登堡大喊：你這家伙，居然膽敢不過來，我叫你過來，喂，你們去把他找過來。聽到巨人的話，地獄靈一下子就朝史威登堡撲上來。史威登堡大驚，哇！我死定了！史威登堡被嚇得渾身亂顫。這時突然響起了雷聲，前方的岩山裂開，大大小小的石塊紛紛從天而降。史威登堡看到這驚人的一幕，不自覺地發出了大聲的慘叫。旁邊的引導天使卻還是面帶微笑轉向史威登堡，平靜的說：史威登堡，不要擔心，這場小小的地震是我引發的，目的是要趕走地獄靈。神能掌管地獄，就算地獄靈再狠毒，在天使善靈面前也絲毫無法抵抗，就像陽光下的露水馬上被蒸發一樣。別害怕史威登堡，他們絕對傷害不了你的。就算整個地獄的力量合起來，也比不上一個天堂天使的力量。天使光是用眼神盯着他們，就會使之動彈不得，更何況你是上天所選的使者。就算你是自己一人來到這邊，他們連你的一根手指也動不了。聽到這些話，史威登堡才安心了一點。他這次的地獄初體驗實在太過沉重嚇人了。引導天使接着說：地獄也跟天堂一樣廣大無邊，沒有一處是完全相同的。地獄也一樣分3層，這裏是第一地獄，下面還有第二地獄和第3地獄。第一地獄是痛苦最輕的地獄，底下還有可怕得多的地方。居住在第一地獄者稱為惡靈，第二地獄者稱為惡魔，第3地獄者稱為護鬼。史威登堡振作起精神去觀察四周的地獄環境。天使繼續說明地獄的一切都與天堂完全相反，在這裏善就是惡，真誠就是偽善，愛就是恨。地獄的靈狠敵是天堂的靈，憎恨到會出手去傷害。下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在地獄，自己的慾望就是神，在這裏害人，讓人痛苦就是快樂。只要有誰不想受強大地獄靈的控制，就會遭到嚴刑拷打。然而這裏一樣是受造物主的法則所支配，對他人過度的傷害與拷打，還是會受到天堂天使的制止。任意施行過度殘暴的行為者會受到上天的處罰。這裏沒有所謂名譽、面子或情分可講，除了讓惡靈的身體痛苦以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維持秩序。地獄才是真正永遠的死亡。雖然靈體不會死，不會消失，但是進入地獄就等於靈性永遠的死亡。史威登堡，我們下去看看第2與第3地獄吧。一行人又走下了無數階的樓梯，到達了第2地獄。那裏微微透出猶如炭火的紅光，一個長得怪模怪樣的地獄靈跳了出來。他背後跟着一些手拿棍棒或怪異工具的地獄靈，指揮他們將一個想逃走的靈抓住，
然後用極為殘忍的方式加以拷打。他們用棍棒重擊，用筷子般的條狀物插到對方嘴裏，用錐子刺對方的鼻孔與眼睛。隨後對面又有一些地獄靈成群結隊跑來，兩群靈剛混到一起，就開始兇狠的互相毆鬥起來。引導天使說明道，地獄中的苦痛並不是神施予的刑罰，他們是喜歡互相攻擊，互相給予對方痛苦，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樣的打鬥在整個地獄中，一天就有幾千萬次。此處充滿着自我中心、利己主義、自私、情慾的滿足。在這裏，他們的神就是慾望。再往下走到更低層，出現了像叢林般的情景，裏面的地獄靈看起來都跟禽獸差不了多少。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擁有蛇一般的身軀，吐着舌頭，隨時等待攻擊他人的機會。這就是第三地獄。居住在此地的靈都是惡鬼。引導天使又繼續說，地獄中有件慶幸的事，因為神的愛與慈悲，地獄靈彼此看對方都還像是個人，樣子不會像禽獸或怪物。但你今天是用天界之眼來看他們，才看見了他們的真面目。來吧，現在我再帶你到一個地方去。第三地獄是與沙漠相連的，在那無人的沙漠底下，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地獄，在那裏住的都是犯了淫亂罪行的人。史威登堡一到了那裏，一股刺鼻的惡臭襲來，那氣味就像屍體與糞便混合在一起，讓人嘔吐。史威登堡不自覺地皺起了臉，夾住了自己的鼻子。第三地獄的沙漠底下，隔離着生前犯了各種淫亂罪行的人，那裏的人都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幾乎將身體的絕大部分露了出來，但他們裸露出的身體也不是一般人的身體，都是畸形怪狀的，甚至整張臉都凹凹凸凸，醜的不像人形。在那裏有娼妓村，淫亂的令人們妖豔的引誘着地獄靈，到處都可以聽到男女發出的怪聲，地獄靈隨處追逐着，互相施以性暴行，他們互相撕、爪、咬、扯、踐踏着，這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地獄中的地獄。那裏的人都因為性慾而失去了理性，狂亂的暴跳着。史威登堡問引導天使，為什麼淫亂的地獄要特別隔離開來呢？引導天使語重心長的回答，這裏的地獄靈是被埋在沙漠的最深處，這蓋子是永遠不會打開的，一旦打開，這群惡鬼足以毀壞所有人世間的一切，天堂與地獄都會各自對人世間施加影響，但這種影響都遵循着一定的原則，不管是天堂的天使，還是地獄的惡靈，都會尊重地上人的自由意志，就像一場天堂與地獄互相搶人的戰爭，人處在中間，一邊是天堂的天使，另一邊則是地獄的惡靈，兩邊互相搶人，無論走向哪一邊，最終都是由人的自由意志來決定的。如果人的內心是受到地獄惡靈的吸引，那個人最終會到地獄裏去；如果此人傾向於受到天堂天使的吸引，這個人最終會去到天堂。這激烈的搶人戰爭，在人類歷史上從未間斷過。地獄的靈之所以來地獄這裏，
並不是其他人的錯，他們都是自己主動選擇過來的。正確的說，應該說除了這裏，他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很多人都認為這些靈是因為在人世間犯的罪行很大，所以神處罰他們下到地獄，但這話並不對。實際上，愛與慈悲的造物主並不願任何人墮入地獄受苦。從誕生的那一刻起，每個人都具備進入天堂的資格，而不是直接被預定要墮入地獄。另外，廣大無邊的天堂，神秘驚人之處在於人口越稠密，完整度就越高。然而，隨着人世間物質文明的發展，進入天堂的人反而越來越少了。這種重視物質的文明，簡直成了妨礙人進入天堂的東西，因為它的發展將人引向外在，更重視肉體及感官上的一切。造物主神對此深感惋惜。如果我說現在進入天堂的主流都是嬰幼兒，你會相信嗎？天堂的最高層幾乎是空的，神還在等待能進入天堂最高層的善靈出現，這可能是要等到耶穌再臨之後才會實現。想要有所改變，人世間必須要先變化，懂得自我反省才行。為了要促使人心改變，將天堂與靈界的真相及運作法則告知世人，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了。史威登堡，你接受的是一份能拯救所有人類的重大使命，你一定要成功。天使們深切期盼，希望透過史威登堡來改變世人，淨化世人的心。